不过巴黎的塞纳河热人有开放3大会使游泳的所在哦，但开放无2个月，就成要10万的游客来。原本这个活动8月底就要结束，说因为真受到环境，所以巴黎市长是宣布要延长开放到9月。 巴黎市的民众伫遮热的天气想办法纳凉。今年热天是塞纳河8年来第一遍开放，予一般民众落去受水。伫咧埃菲尔铁塔下骹格纳内码头，法国国家图书馆边仔的博斯河道，抑个伫巴黎心脏地带马里之流附近巴黎圣母院边仔的路易斯岛，拢会当落去受水。有人排队排点外钟才入去，即马开放的时间会搁再延长。 Encore 2 mois, tout le monde disait qu'il y aurait personne, que ça marcherait pas, que personne se baignerait. Voilà, on va atteindre en fin de semaine les 100 000 personnes qui ont fréquenté les 3 sites. Donc oui, ça répond d'abord à une demande. 巴黎市长伊达哥二七宣布，为了要庆祝今年热天，要甲10万人伫咧塞纳河内边游泳耍水，即马要甲开放时间延长。埃菲尔铁塔下骹游泳区到9月初7，规模上大的博斯河道延到9月14，佮增加22日2天欧洲国际的活动，然后圣路易岛31就关起来。 D'un impact environnemental très positif qu'on constat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, mais qui évidemment a été accéléré, notamment depuis 2024 et la tenue des Jeux Olympiques et Paralympiques qui était vraiment le déclencheur de ça. Voilà, donc on 延长开放将要开33万欧元，差不多是代表1175万。不过7月因为落雨，游泳区捌被迫关2礼拜，其中一边是7月15开放迄天的过灯工。巴黎下水道系统是19世纪设计挖出来，离这么年代真久，排水的能力有限，若雨落较大就制作袂调，雨水甲污水拢流的塞纳河。当局伫巴黎奥运进前就开差不多14亿欧元改善水质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